好食的料理，食了予人有幸福的滋味。不过，这款滋味煞去予歹心恶落度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不是我哦，我已经收卡洗手啊！料理救援队全新的故事。鸟市仔头家予料理救援队感化了后，竟然又搁发生利用料理控制人的事件。校长，发生什么代志？料理救援队恁转来啊！经过校长调查，发现这个代志拢甲阿光因呆呆校园的好朋友有牵连。不过因看起来无啥对同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保护在地食食文化，就交予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，请收看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第2季。